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很开心今天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在我们敬拜以前，那我们先跟旁边来说，让我们今天要享受在今天的敬拜当中。让我们今天要享受在今天的敬拜当中。感谢主，让我们现在先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平静下来，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圣灵，你就是那尊贵全能神，你就是那万物的主宰。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为我们流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就求你让我们这一周所有的困苦、所有的忧虑、所有的忙碌都放下，让我们的心思跟眼目都单单的仰望于你。你就是那配得一切荣耀赞美的主，你也就是照亮我们生命的世界之光。也愿你的圣灵可以与我们的同在，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这样子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一起用尊贵全能神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起来赞美，一起来拍手。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于你，直存到永远。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淹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于你，直传到永远。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淹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宣告你国度降临，你旨意，你旨意成全这地。
你荣耀的名，宣告你国度降临，你的旨意，你旨意成全这地，兴起你所选子民，高举你荣耀的名，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用信心来宣告。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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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让我们将我们一切的荣耀都给予我们的上帝。主啊，因着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回应他对我们的爱。全所有为你
贵十架，为我付上代价，是我得胜的力量。天堂敞开，你是荣耀君王，圣洁的羔羊，你胜过死亡，救赎计划已成就，我全心仰望，永恒盼望。你宝贵十架，为我付上代价，是我得胜的力量。天堂敞开，你是荣耀君王，圣洁的羔羊，你胜过死亡，救赎计划已成就，我全心仰望，永恒盼望。你宝血为我而流，是我的自由，何等伟大的爱，超乎万有。献上我全所有，为你而活，何等牺牲的爱，是我的拯救。你宝血为我而流，是我的自由，何等伟大的爱，超乎万有。献上我全所有，为你而活，何等牺牲的爱，是我的拯救。宝血为我而流，是我的自由，何等伟大的爱，超乎万有。我献上我全所有，为你而活，何等牺牲的爱，是我的拯救。何等牺牲的爱，是我的拯救。何等牺牲的爱，是我的拯救。主啊，你就是那世界的光，让我们不再活在黑暗之中，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你配得这所有一切的荣耀，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他。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善真荣到永远。万国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
献给你。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万国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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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万国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万国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光，你是照亮我们生命的那位主。神啊，因为我们在今天早上再一次看见你的光照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在我们今早的聚会当中。愿神你的这道光照破我们生命当中的黑暗，照破我们生命当中的失败，生命当中的软弱，让我们因着你的这道光，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方向，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出路。愿神你在今早的礼拜当中，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荣耀的同在，让我们在今早礼拜当中再一次看见你的圣灵也在我们当中运行。愿神你的灵运行在这个地方，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动工，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来对我们说话。愿今早的礼拜成为一个荣耀的敬拜，将一切的尊荣、一切的颂赞全都归于你。愿神你来赐福带领我们今早的礼拜，也来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用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权在，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Amen。大家请坐。恭颂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在彼得前书2章4到10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他是活的石头，虽然被人厌弃，但上帝拣选他，珍惜他。你们也要像活的石头，用来建造属灵的圣殿，在那里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为上帝所悦纳属灵的祭物。因为圣经上说，我选了一块贵重的石头，作为锡安的墙角石，凡信靠他的都不至于失望。对你们信的人来说，这石头是很可是对那些不信的人，泥水匠所丢弃的这块石头已成为最重要的基石。在圣经的另一处说，这一块绊倒的石头是使人绊倒的石块，他们绊倒了，因为他们不信真道，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但是你们是蒙拣选的种族，是王家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上帝选召你们离开黑暗，进入他辉煌的光明，来宣扬他奇妙的作为。从前你们不是上帝的子民，现在是他的子民。从前没有得到上帝的怜悯，现在得到他的怜悯。圣经念到这边，愿上帝赐福领受他话语的人。献诗请哈拿小组，他们所要献的诗歌是你的恩典够我用。吟诗后请曾牧师讲道，所要传讲的讯息是属神的子民，请我们恭敬来领受。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再一次透过哈拿小组的献诗带来的对神的赞美让我们一起在诗歌当中，我们再次得到一个激励，就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在得时不得时，上帝的恩典都与我们同在。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鼓励，也成为我们的安慰。也在今早，我们再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来领受他的恩典，让我们在他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他，也更加明白，也了解他的心意。不过在这个开始分享前呢，在第一堂礼拜，夏牧师在补充报告提醒我一件事情，没注意到，今天是3月8号。今天3月8号是一个，虽然不是教会的节日，但是也是一个在国际当中很重要的节日哈。今天3月8号就是妇女节，那我想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很多的姐妹一起参与，一起服侍，那也非常尽心在许多的事工当中。所以这时候你跟你旁边是做姐妹的，就彼此祝福，跟她说妇女节快乐，愿上帝赐福于你。OK， 那除此之外，今天3月8号呢，在我们礼拜的当下，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这几天你有在关注这个运动比赛，就知道现在正好在打经典赛。那可能现在有些人心就悬在那里你在想说现在到底几比几了？那先让我们专心在上帝的身上让我们在这个礼拜，我相信礼拜结束，应该比赛还没有结束所以让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先安静下来。也不论你现在挂心的是比赛，或挂心是你刚从外面进来，你在烦恼的事情，都让我们安静心，在这个时刻，我们就专注在上帝的面前，一起来领受他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话语当中可以得着帮助，也得着鼓励。在我们开始分享信息之前，我们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带领我们在今天早上再一次聚集在你的圣殿当中，一起来亲近你，一起来敬拜你。求神你在你的话语当中再一次来启示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再一次发出你的亮光，好让我们更明白你其中的心意。也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看见你对我们个人，也在我们教会当中的心意。愿神你赐福这段时间，也让我们专心在你的身上，在你话语的当中，好使我们的生命得着帮助，得着利益。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在今天的信息当中，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主题，叫做属神的子民。但在分享这个信息之前，这个信息的主题，这个标题，它前面有一个大的主题叫做信仰的根基。那今天要分享这是第6讲第6次的一个信息。那这也会是这个系列当中的最后一讲的信息。那之后的信息的分享就会进到另外的系列跟分享。那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系列到底。过去我们一起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我们有一起学习听见了什么？在这个系列的一开始呢，我们透过以弗所书，我们一起学习一个主题，叫做生命的更新，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信仰当中，它不是一个我们相信一个宗教或加入到某一个团体，而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个信仰，使我们的生命的内在得着更新，使我们的内在得着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在这个信息的第2讲，接着分享那如何去建造所谓的生命的根基、信仰的根基。我们透过马太福音第7章耶稣所讲的比喻，就是说，当一个人听见而去行的，就好像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风吹、雨淋、大水冲，这个房子仍然稳固，这个房子是不倒塌的。在这个信息的第3讲，我们一样透过了以弗所书第3章，我们分享了生命当中内在的力量。
而让我们再次知道，信仰不是外在的表现而已，信仰不是只有外在让我们看见它的一个模式，或者它的一个某些的样貌，更重要是看见信仰的力量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透过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不断的动工，好使我们真实得到那个真实的力量。在第4个信息当中，我们分享生命的连结，透过耶稣在最后要离开他的门徒最后的晚餐，耶稣跟他的门徒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如果你们藏在我里面，就要像那个葡萄树一样多结果子。”让我们知道生命的根基、信仰的根基是要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上一次的第5次的分享，我们利用了这个圣经当中诗篇119篇，诗人所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让我们再次知道，上帝的话确实就是生命的光，是我们在每一步所走的灯。虽然走了那一步的灯，并不是完全的照亮我们踏出的脚步，但每走一步，我们就看见上帝的同在。而今天我们要来到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在过去分享的5个主题当中，我们比较多都在讲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的生命如何被更新，我们的生命如何被建造，我们的生命如何可以寻求一个内在稳固的力量，我们的生命如何有一个正确的引导。但在最后一个信息当中，让我们也再一次透过这段经文，我们知道信仰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信仰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一个在这个信仰群体当中大家的事情。所以在过去我们一起学习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如何去建立一个根基，建立一个不一样一个更新的一个态度。但最后在这个信息的系列结束前，我们一起来思考，当我们被建立起来，我们一起在这里，我们不再是个体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群体，成为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回应这样子的信息。今天我们一起看的这段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2章4到第10节。在彼得前书的那个时代，使徒彼得他写信给当时小亚细亚地区的这一些信徒们。小亚细亚地区大概就是现在的土耳其。而当时的这些信徒呢，除了有外邦人的信徒，也有这些犹太人的信徒。那他说到分散在这个地区的信徒，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当时的这些相信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受到非常大的逼迫，特别来自于罗马的皇帝很大的逼迫。如果我们在这段的历史有稍稍的了解，就知道这些基督徒可能会被抓到这个竞技场去，他们要跟狮子跟这些猛兽来决斗，甚至这个皇帝更狠心，是把基督徒绑在那个木头上面，然后点火烧，当作晚上的路灯。所以在当时的这些基督徒，这些跟随耶稣人，他们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他们在社会也是被排挤，在文化中也被误解。他们被认为他们是一群吃人血、喝人肉的一群人。他们被认为他们所认识的这个耶稣基督，他们所追求的这个信仰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在当时第1个世纪初代教会这些信徒，他们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逼迫，他们有非常大的在这个信仰当中，他们是被误解的。当然，你回到台湾，回到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非常自由的，我们不会因着说，我们现在在教会当中，然后就有人在外面举牌抗议说你们不可以在那边聚会，或者是我们这边聚会的时候，就有人在外面说三道四，说这群人怎么样。但是当然，或许我们还是会多少遇到这些事，就是可能在我们的朋友或者是在我们的家人当中，有些人可能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或许对我们为什么来参与教会的服事、参与教会聚会，或在这个信仰中，他们也会有一些诸多的疑问。但是跟当时比起来，当时的人受到了非常大的误解。而彼得呢，他用彼得前书要提醒这群相信耶稣的人，不仅提醒当时的人，也提醒当时的我们。到现在的我们说，我们的身份不是这个世界定义的。当那个时代的人说，你们这些基督徒是吃人血、吃人肉的，你们这些基督徒敬拜这个耶稣是错的。当这些人陷到一个危机、一个挑战的时候，彼得再一次透过上帝的话语，
写下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份也不是这个世界定义的，是从神所定义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身份，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在这个相信耶稣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神的子民，而不在于是外面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价值，在这个文化当中怎么样去看待我们。而我们要在接下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先了解，在这个经文当中，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双关语，有一个特别的谜语在里面。彼得要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当然是写给在亚细亚地区的信徒，但除了这些有外邦的信徒，也有犹太的信徒。在这个犹太人当中，他们的希伯来文的里面，石头这个字，我们刚刚经文一直读到活石、房角石，或者是石头，我们一直有读到这样的经文。但石头这个字，在他们的希伯来，在犹太人他们的这个文字里面，它的拼音、它的发音非常类似于儿子。它的拼音、它的发音非常类似儿子。所以当彼得在说，今天我们在看这个经文，他说：“你们要亲近主，因为他是活石，或是你们是活石，你们要被建造成为主属灵的圣殿。”当我们大家再继续看这个经文，我们继续在这个分享过程，请你记住这件事情。他不仅在讲石头，不仅在讲一个物体，他更在讲他是一个永活真实的儿子，也在讲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有活泼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有活力的，是这样子属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透过这段的经文，彼得前书第2章的第4到10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要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以及鼓励。第一个，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一起看到，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来到基督的面前，亲近他，来成为活石。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来分享的主题，就是来到基督的面前，亲近他，成为活石。这段经文当中，他给我们一个，在我们一开始所读的这段经文，他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图像。他说要亲近主，他是活的石头，虽然被人厌弃，但上帝拣选他，珍惜他，用来建造属灵的圣殿，在那里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为上帝所悦纳的属灵祭物。在这边给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图像，我们看到有活的石头，我们看到有属灵的圣殿，我们也在这里看到要献上成为上帝悦纳的属灵祭物。我们知道石头它本身是没有生命的 ，OK， 不论在路边的石头，在山上的石头，在海边的石头，石头本身它是没有生命的。相对的，活石。虽然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比喻，石头怎么会有生命呢？怎么叫活石呢？但是活石代表它是有生命的、有价值的。所以你想，什么叫怎么有可能让一个没有生命的变成有生命呢？什么样的能力让一个看起来没有价值的，但它却变成有价值的、有活泼的气息的？在于他说你们要来亲近主。在那个经文刚刚的读经，他说这个被丢弃的石头是上帝亲自拣选的，是珍惜他的。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说这个石头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儿子，我们用这个意思来看，他就说这个活的石头，这个被丢弃的，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但上帝拣选耶稣基督这位永活的主，拣选他，看他为宝贵，珍惜他，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救主。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们亲近这个永活的耶稣基督，我们亲近这个永活的神，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像那个活的石头。若我们的生命时刻是跟主有亲近的连结，活出有神同在的生命，我们就成了活石。我们就成了活石，成了那个活着的儿子，成了那个活着的女儿。他就一开始说，那个在这个那个世代当中，那些相信耶稣的人，他们是被唾弃的，
他们是被怀疑的，甚至他们是被误解的，他们是受到很大的迫害的。他们也怀疑我相信耶稣，我跟随耶稣，那我在这个时候，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我到底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到底是谁？但这段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成为活石。那个活石代表我们是有活泼的气息，我们是有生命力的儿子，有生命力的女儿。彼得原本的名字是西门，如果我们看圣经当中，耶稣给他另外取一个名叫基法。基法或彼得，他的名字原本的意思就是石头。他原本的意思就是石头。耶稣为什么给他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你是石头？其实这个名字也让我们去思考一件事，在我们还没有认识恩典，还没有真的去亲近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其实也如同像是一盘散沙。我们的生命也如同像是一盘散沙。但当主的拣选临到的时候，当这个永活的真神临到我们生命的时候，就将我们的生命改造成活石，不再是一盘散沙，不再是没有任何生命气息的石头，而且还让我们的生命被建造成为灵宫的材料。我们说我们的信仰虽然是很个人化的，我们跟上帝祷告，跟上帝敬拜，我们跟他建立关系，但每一个人生命的更新、生命的连结、生命的建立，我们最后也回到一个大的群体当中，我们一起见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所以上帝也使用我们这些活石，那个活石不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活而已，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见证而已，而是上帝使用这些活石在建造一件事情，就建造那个属灵的圣殿，建造我们的教会，建造我们所一起建立的这个信仰的团体，建立属灵的家，建立上帝的圣殿。这代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上帝的殿不是一个建筑物，上帝的殿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上帝的殿借着我们一起被见证出来。上帝的殿借着我们一起被活出来。所以在我们特别我们教会要进到50周年当中，这更让我们去不断的去思想一件事情。我们身处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都处在这个一起建造属灵圣殿的这个时刻。我们是否如同一个活石？我们是否真的是有一个生命的气息？我们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活泼的气息，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带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一起被建造起来，一同去建立这个属灵的圣殿。基督的信仰绝对不是加入一个宗教团体，绝对不是我来这里，我来参与聚会，我有读经，然后好像就是一个打卡，然后就是一个我有做到了，不是只要一个宗教团体或来某一个社团一个组织而已，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来到一个是活着的耶稣基督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来到一个永活的真神面前。它使我们生命得成长，使我们的生命得更新，并且我们回应在这些事情中。所以保罗在罗马书2章1节他说：“弟兄姐妹们，既然上帝这样连续我们，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的祭物献给上帝，专心侍奉他，蒙他喜悦。这就是你们应当献上真实的敬拜。”在旧约当中，献祭必须要杀死祭物，但保罗却说要献上身体为活祭。代表你的身体是一个行动，代表你的身体也是你的生活，代表你的生命的气息就是活着的。当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是完全不保留的献上活的祭物献给上帝。这是我们真实的敬拜，也是我们靠近这个活石永活真神让我们可以回应的。所以这是我们的整个人生，也是我们整个教会，我们整个信仰群体一同经历、一同该献上的。第二个，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立于基督之上，信靠他就不致羞愧。立于基督之上，信靠他就不至于羞愧。
我们刚刚所读的现代中文译本或第一堂读的现代台语，它翻译叫做失望，它翻译叫做失望。但不论是失望、羞愧或是失败，都让我们再次知道，在耶稣基督之上，信靠他的这一切要通通的被挪去。彼得前书第2章，我们从刚的经文，这个段片只有打第7节，不过我们从第6节看，他说：“因为圣经有记载，看啊，我要赐下，我选了一块贵重的石头作为锡安的墙角石，凡信靠他的都不至于失望。”第7节说：“对你们信的来说，这石头是很宝贵的；可是对不信的人来说，泥水匠所丢弃的这块石头，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基石。”在和合本，它翻译叫做房角石。那这边中文他说的叫做墙角石，台语讲厝角石。但这个房角石、墙角石或台语讲厝角石，它是整个建筑最重要的一个基石。特别在古代的建筑，若在研究古代建筑人，他们知道，若找到那个房子的房角石，他们就可以推断出这个房子它的方位是怎么盖的，甚至可以推断出这个房子的风格是什么样。所以在古代的，特别古代的建筑，当那个房角石决定了整个房屋它建造的方向，甚至建造了这个房屋它的稳定性。所以房角石，若特别你看一些比较是古代的一些房屋建筑或一些这些殿宇，就看到在这个建筑的最角落会有一颗非常大颗的石头，最重的那个石头，它有一个定位的功能，有一个基准的功能。那剩下的这个石头就连着这个房角石一直盖、一直盖、一直叠、一直叠、一直叠上去。那彼得他特别也刚经他说经上记着说，他引用的就是以赛亚书第28章16节，他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做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必不着急。”以赛亚书是说必不着急，我们今天看的是叫必不失望或必不羞愧。但是告诉我们，当一个把这个房角石立为根基稳固，成为生命的方向、生命的稳固的时候，是不着急的，是不失望的，不羞愧的。彼得告诉我们，信的人，石头成为他的根基；不信的人，这个石头变成他的绊脚石。彼得用这个旧约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相信的人的石头变为根基，而不相信的石头变为绊脚石。特别在这个彼得的生命当中，我想他有更深的体认到这件事。我们知道彼得他跟随耶稣，耶稣呼召他成为他的门徒。在那几年的过程中，彼得看见耶稣怎么样行神迹，怎么样医病，怎么样赶鬼，怎么在耶稣的旁边听见他所传讲真理，彼得都经历过。但是到耶稣要被抓、要被钉十字架前的那一个晚上，彼得却3次不认主。彼得却3次不认主，然后他到外面痛哭。那或许他生命当中最羞愧、最痛苦、最失败、最失望的时刻。但是当复活的耶稣基督再一次找到他的时候，耶稣跟他说：“你去牧养我的羊。”耶稣告诉彼得说：“你去牧养我的羊。”在那个十字架看为是被最失败、最软弱、最愚拙的象征，在人看自己的生命最羞愧、最失望、最软弱、最挫败的时候，但耶稣的死里复活，让那个被丢弃的石头成为房角石，代表的不仅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房角石，也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再一次变成他儿子的身份，变成在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活石，我们不断的被建立。过去的软弱，过去的愚拙，过去的羞辱，过去的失败，过去的失望，过去的沮丧，过去的软弱，全部都被丢弃掉了。所以在诗篇94篇第22节，这个诗人也这么说：“但耶和华向来做我的碉堡，我的上帝做我投靠的磐石。”但耶和华向来做我的碉堡，
我的上帝做了我投靠的磐石。我们常常看到诗篇的诗人这样子形容上帝：上帝，你是我的磐石，你是那不动摇的，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藏身之处，你是那个让我可以稳行在高处的。你看，那这些诗人常常用这样的话语在形容，因为他们知道，就算有失败，就算有软弱，就算有害怕，甚至有跌倒，但是因着这个房角石，因着这个投靠的磐石，让他勇敢的站起来。在信的人，房角石成为你继续向前的动力；但在不信的人，你就会不断的在你的软弱，在你的这困难当中，不断的继续被绊倒。愿这个房角石成为我们继续向前的力量，让我们立在这个基督之上，信靠他，不至于失望。所以，在这个信息当中，让我们看见的是，我们回应基督的拣选，我们一起宣扬他奇妙的作为。前面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也成为活石，我们也成为那个活的儿子、活的女儿，一同被建造。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拣选。我们不是再也不是那个没有生命的，我们不是再也不是那个被拒绝的、被丢弃的、被看轻的，而是在这是有生命力的，而且是被上帝的耶稣基督的拣选。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第9节说：“但是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王家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上帝选召你们离开黑暗，进入他辉煌的光明，来宣扬他奇妙的作为。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王家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上帝拣选你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我们被赋予一个新的身份。我们被赋予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有一个被特别拣选的身份，我们是蒙祝福的。我们也成为王家国王的祭司，君尊的祭司。前面在我们读的经文也说，要做圣洁的祭司。在过去旧约的时代，祭司是只有某一些人而已，特定的家族成为祭司。但是在现代，我们看见我们都成为祭司了。祭司代表站在上帝跟人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非常重要的桥梁。过去的祭司过去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见到跟上帝面对面、跟神面对面，我也要透过祭司。但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了祭司的身份，站在上帝的面前与他面对面，也在成为祭司的身份，可以为别人代求，为别人祝福，也成为祭司的身份，可以来服侍神。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时常在跟大家鼓励、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说，我们特别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都说万民皆祭司，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每一个像我们的信徒，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一人一服侍，一人一团队。这是我们特别，是我们成为这样的儿女，被拣选的族类，成为一个被拣选、被祝福的人。这也是我们的身份之一。我们也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我们是跟这个世界有别的。纵使这个世界拒绝，纵使这个世界有误解，纵使这个世界有许多不一样的价值，但我们是被分别出来，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成为他的子民。我们曾经不是他的子民，我们曾经不在这样的恩典当中，但因着耶稣的恩典，让我们得以怜悯，成为上帝的子民。这就是福音的恩典。过去我们曾经不是，过去我们还在那样的像是沙土的生命当中，但我们被拣选起来，成为那个活石，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我们成为被上帝所爱，成为上帝所怜悯、上帝所保护的对象。在何西阿书第2章23节，他说：“我要把我的子民栽种在这块土地，我要对那不蒙怜爱的流露爱怜。我要对非我子民的说，你们是我的子民。他们要齐声回答说，你是我们的上帝。他们要齐声回答说，你是我们的上帝。他不是说你是我的上帝，是你是我们的上帝。这也成为我们的信仰宣告。再次说，信仰绝对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而已，而是关乎我们群体。生命的更新也不是只有我自己好，
我自己得着更新，而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关乎在我们这个信仰的群体当中，让我们可以一起的齐声说：你是我们的上帝，你是我们在这个信仰群体，是我们教会当中的上帝。上帝呼召我们离开黑暗，进入他辉煌的光明，或是刚刚我们读的版本叫做灿烂的光明，也让我们知道离开跟进入，代表我们也像是脱去了旧人，在圣经中我们常看到的一个象征，脱去的旧人，穿上一个新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信仰不是只有自己得救，而是我们不断的去诉说、宣扬上帝的奇妙的作为。这是身为我们身为属神的子民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不断的去宣扬上帝奇妙的作为。在今年，我们的教会有许多不一样的事工的活动，特别今年我们适逢50周年，所以我们发觉好像从1月到12月，好像每一个月都满满的，好像有很多的事情。但我们要知道，在这些事工的背后，我们在分享的背后，我们不是只有自己关起门来，我们是打开我们的教会，我们也邀请众教会一起来参与，我们也邀请在台湾各地若有意愿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分享在上帝在我们教会当中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领受，不是我们个人领受，而是我们也继续去宣扬上帝的奇妙作为。所以在接下来这个礼拜六，我们就有第2场我们今年的第2场的一个分享会，也再一次的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一起在这样的研讨会当中，我们也得着造就。所以，我们成为属神的子民，不是单关乎我们，也关乎这个群体，关乎这个教会，关乎这个上帝的国度。所以在利未记的20章第26节，他说：“你们要圣洁，归属于我，因为我是上主，是圣洁的。我把你们跟列国分开，要使你们做我的子民。你们要圣洁，归属于我，分别出来。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因为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不断透过上帝的话语建立、更新、改变我们生命的根基，不断改变我们内在的生命。但最重要的，不仅是自己被改变、自己被更新，不是自己享受，而是我们在这个根基的最后，我们一起建造成为活石，一起建造属神的圣殿，一起在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一起经历，也一起见证。因为上帝赐福我们的教会，也赐福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之后我们要一起为几件事情，我们要一起来公道。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叫做《来到主前》。我们一起，我们坐着唱就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到主前面前，我们如活石，一块一块建造，成为主灵宫。主的手在我们当中运行，圣灵火要点燃复兴我。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所拣选被赎的子民。基督是磐石，我们是教会，在这地发光宣扬主。再次从头来唱，来到主前，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如活石，一块一块建造成为主灵宫。主的手在我们当中运行，圣灵火要点燃复兴我。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所拣选被赎的子民。
基督是磐石，我们是教会，在这地发光宣扬在这里发光宣扬主，在这里发光宣扬主。我们一起来为几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为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来祷告。透过这一系列信息的分享，让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生命的根基立在这个不动摇的房角石当中，让我们的生命也成为如同活的石头。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活泼气息的生命，让我们每天都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不断的成长。第二件事情，我们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让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真的如同活石，一同来建造属神的教会。特别在50周年，我们一起为教会祷告。在这50年当中，我们是不断的被建造，不断的被兴起，也为下个礼拜要进行的这个事工研讨会来祷告。求神透过我们的教会，也透过许多要来分享的牧师，我们一起将美好的信息来祝福众教会，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当中也得着帮助，得着利益。第二件事情我们也要特别为了在这个国际当中所发生的动乱来祷告。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有许多的战争，有许多的这样子可怕的事情不断的发生。愿神的公义，愿神的平安真实的临到这个地方，掌权作王在这个世界。最后，我们也为了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来祷告，特别为你所知道在身体病痛、心灵软弱，或在各样事情当中有需要，我们都一起来为他们祷告。这时候我们一起为这几件事情，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看顾当中，谢谢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同在。主啊，让我们在每个时会里面，在每个时候，主啊，相信都有主美好的旨意。主啊，看出我们的同在，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同在，主啊，我们的同在，谢谢你，主啊，看顾我们，在我们的同在当中，谢谢你，主帮助我们，主谢谢你，谢谢你，主帮助我们，谢谢你。亲爱的主，我们在这人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再次来亲近你，因为你就是那活石，是那永活的真神。神啊，当我们亲近你，当我们与你连结的时候，你也使我们的生命再一次活过来，成为有生命、有活泼、有喜乐、有平安的活人，平安的活石。神啊，你使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也彼此建造，彼此分享。让我们一起建造属于上帝你的属灵的圣殿，特别赐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不仅建造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也一起建造我们的教会。特别在这50禧年当中，我们更谨慎，而且我们更用心在建造我们的教会。也在这50年当中，我们也不断的去回想，不断的去看见上帝你美好的作为。愿神你正成为我们教会的房角石，让我们教会的方向，我们的教会的目标，我们教会所推行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你的根基当中，都在你的旨意里面。主啊，我们要特别为了在最近国际所发生许多的动乱战争来献上我们的祷告。神啊，你是这个全地的主，你才是在这个世上真正执政掌权的。神啊，愿你的公义，愿你的平安临到每一个战争的地方，临到每一个失去平安、失去盼望的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神啊，愿你来动工，愿你的平安真实的临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要在这个时候，为了教会的弟兄姐妹献上我们的祷告。神啊，恳求你特别与每一个心灵忧伤、在身体病痛，或在此时在他的生活、在他的生命当中遇见挑战、遇见困难、遇见失望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愿神你亲自的扶持他们，亲自的带领他们，让他们在你的里面再一次看见亮光，再一次看见你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要带领他们的计划。再次将我们的教会，也将我们的每个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
愿神你不断的带领，不断的保护，也不断的在我们当中来动工。献上我们的祷告以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奉献。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满点，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会众请坐。请翻开周报第8页，我们一起来读本月金句，一起用华语读2次。请，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16章24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请翻开周报第2页，下周服事同工主理夏牧师、思慧、龚硕文执事，其他服事同工请我们自己看。请翻开周报第4页。本会定于3月14号举办小组事工研讨会。若来不及在小组报名，今天是截止日，也可以向办公室报名。请大家参与这样的活动，在这地见证耶稣在富强教会的恩典，以及与众教会一起赞美神。第2点，本会第1季长职及首长联席会议在3月15号召开。请各首长有报告事项或提出异议者，可以提前交给秀婉干事。第3点，本会定于4月5号复活节主日举行圣餐及圣礼典，若要受洗的人，请留意报名时间。第4点跟第5点是代祷团所举办耶稣受难前40天连锁禁食祷告的活动，有晨祷跟晚祷，请大家留意时间，一起与神同桌领受圣餐，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世人受难、十架救赎的恩典。
第6点，本会新儿喜讯，本会的吴玉轩姐妹在美产下2位可爱男婴，第2位可爱男婴取名 Adam。愿主祝福宝宝健康快乐长大。第7点，本会奖学金申请到今日截止，若符合资格的人，请向办公室提出相关资料。第8点，本会聚会的丧礼消息，本会的郭义弟兄于3月3号在上班途中，在高雄路段发生严重车祸，送医抢救无效而安息主怀，享年44岁。定于3月13号早上10点，会在台南市立殡仪馆举行入殓及火化礼拜。请大家透过代祷跟关心，愿神的安慰跟怜悯与慧荣姐妹，还有她的女儿郭瑞同在。然后第9点，本会爱心午餐今日恢复供餐，有需要的人可以请大家可以去餐厅享用。门徒培育事工消息，第1点，查经班的消息，3月4号开始查以弗所书，由曾瑞平牧师带领，在每周3的早上10点跟晚上8点，请大家踊跃参加。第2点，门徒学校于下周开课，也欢迎大家报名参加。固定开班的门徒培育事工有书法班跟主日查经，主日查经有华语、英语跟青少年查经班，都可以随时加入。第5点，哀伤陪伴跟离婚关怀的消息，请大家鼓励家中有需要的人，来参加哀伤陪伴，还有这些离婚关怀、智慧抉择的课程。透过课程可以帮助他们从哀伤中得到疗愈，从哀伤中走出来。然后第6点，华人科学信仰研讨会定于本月5月30号，在教会举行，请大家一起来关心代祷跟参加。牧区团契消息关怀，牧区团契消息，请看第3点。提摩太牧区会有夜间读书跟自修会，教会会提供微光咖啡的空间，作为学生下课后可以写功课的地方，欢迎带你的同学还有朋友一起来教会，一起温书。关怀代祷消息以及总会、中会消息，请我们自己看。奉献征信消息，请我们再来核对。其他我们请牧师补充报告。各位弟兄姐妹，我来做报告哈。补充就是第一个，我们欢迎一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叫做焕新佑姐妹在哪边？让我们认识你啊，请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焕新佑哈，焕新佑，欢迎你，欢迎你，送一个小礼物，欢迎常常来，谢谢，好，请坐哈，谢谢。时间很宝贵，牧师做几点重要的提醒了。刚刚我们的佩妮执事已经有报告过，但是有几点要提醒。第一个点就是说，这个礼拜六我们要举行小组事工研讨会。那我们本会的报名算是很踊跃的，但是提醒我们如果还没报名的，也可以继续今天能够报名，那我们跟小组长报名，或是直接到办公室登记报名，因为我们要准备你的名牌，因为有外教会的人要来，我们这样可以交流，还要分组研讨，还有一个 workshop 所以如果大家能够参与最好那有1-2个提醒了，第一个就是我们是有外面的朋友要来参加，我们算是主人嘛所以期待呢，我们每一个本会参加的弟兄姐妹小组员呢，能够提早在9点以前就到我们教会的精神就是准时，就是提早到所以踊跃来参加。透过5位讲员从不同角度来分享小组事工的重要，特别我们小组员呢能够更明白清楚小组的重要，那我们的教会的小组事工就会更加提升这一点请大家一起配合。那为了让
客人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的尊荣啦，所以我们下个礼拜来的时候，尽量我们中间这2个主要的位置先让给外来的朋友我们各教会有的是从台东来，你看多用心呐花莲也有我们那个时候接到通知，我们觉得很惊讶，为什么这个活动竟然有那么多人要从远道来既然人家从远道还要搭车，说不定要住1晚呢。我们在场不参加实在很可惜有一种类似一个人气把它旺盛起来那第2个就是我们的代祷，我们的中保代不是我们的那个受难前耶稣基督受难前的是40天的祷告我们人数已经到295个了，快要300了。鼓励还没有参加的，赶快去登记，还有2-3个礼拜欢迎大家参加现在已经295个人了。如果你体质上不适合进食也没问题，就是一起参与祷告我们有图卡，我们也有手册可以帮助你。另外我们有在受难周那一个礼拜呢，除了有一个受难日的一个礼拜晚上的礼拜，我们有特别今年呢，我们的代祷团队呢推动了有4天的，就前面的1、2、3、4前4天的一个早上灵修默想。多早呢？6点我们教会很少办那么早的聚会啦。我们想说受难周要来挑战看看，大家有没有信心来挑战那怎么办呢？早上一早醒起来，宽宽的就把你的上班的东西都带着来参加祷告会。祷告会完，我们大概缩在50分钟以内，就是7点以前就会结束。我们会跟小会报备说参加的人有早餐可以吃好不好可以吃早餐再去上班上学所以呢，因为这样我们是当然鼓励越多越好，但是如果能够登记一下，说你可以参加我们要准备早餐比较数量可以好准备，所以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我们的受难日的默想晨祷会由3位牧师轮流来安排主持还有一个非常灵修的部分、默想的部分、读圣经的部分好，那另外就是这一点要大家一起代祷关心，当然已经周牧师有代祷，那我们的报告有报告过，但是我是要大家请一起来关心，就是在礼拜2发生重大车祸因为安息的郭义弟兄他才44岁，上个礼拜还在这边做礼拜。礼拜2的时候就发生，因为你知道礼拜2那天是那个元宵节，那一天下雨，那没想到在开车，应该是要下交流道之前，有人是透过那个密录器就是另外别的车的密录器看到后面那一辆车完全都没有刹车了，就直接前面一台是货柜车，后面又一台在载货的货运车、连接车，全部把它都撞进去所以照那个警察的说法是根本刚一发生就没办法没救了所以我们觉得心里很不舍他们这个郭义弟兄跟他的太太就是慧荣姐妹，还有可爱的小朋友郭瑞，在3-4年前，因为小朋友是读幼稚园就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他们也有搬来东区住了，所以就在我们这边做礼拜。但其实他的爸爸就是郭恩信牧师，他就是路竹教会退休的牧师他其实大牧师没几岁，但是他提早退休所以在关心的过程当中想说他是从小在那边成长的，所以告别礼拜由路竹教会来主持，那我们教会呢就从旁来参与啦因为14号那一天教会有小组事工所以有请我们的他那个慧荣姐他参加了哈拿小组，今天唱诗班的这个哈拿小组，他们有一些没有参加小组研讨的可以去入组参加这个追思礼拜。那如果弟兄姐妹有认识这个家庭愿意参加，也可以在礼拜5他们要先举行入殓活，而且是在我们台南的殡仪馆这边
上午10点也可以自行过去了哈，自行过去参加，一起表达我们的慰问。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后续要为慧荣姐妹这个家庭祷告，求神亲自赐下她的能力，因为这种重大的事件不是我们人的能力能够解决，能够补足了，就有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有哈拿小组的同工、主日学的同工来一起陪伴，来关心代祷，也请大家在代祷中纪念这件事情，求主安慰哈。好，其他另外一个报告就是我们主爱心午餐哈，今天恢复了请大家不要客气，结束的时候可以去参加。早上忘了一件事情，曾牧师有提醒说现在在打棒球，大家很关心台湾的棒球，忘了请我们在大荧幕等一下去那个下面3楼放一个棒球趴，大家可以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如果有人可以用电脑来网络来播放，在3楼吃饭这边看，不错。有的教会会喜欢棒球趴，不是说什么很世俗的事，一种凝聚我们的心我们也为我们的代表队祝福了好，时间很宝贵，最后一个要报告，请我们同工帮忙秀那个门徒学校的图卡。我们门徒学校第二中级班的就是这个我们发现下个礼拜要开课了，但是报名人数好像不足。现在台湾的大学很多学校都招生不足连我们教会也招生不足，所以呢，现在要派功课了，请每个小组一定要鼓励你的副组长或是你的重要的干部要来报名参加，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门徒侍奉的课程你没有参加研习就来侍奉，你会容易遇到很多挑战你看这个课程，这个很小，牧师念1-2个，倚靠圣灵的大能，第1课；第2课在试探中得胜；第3课反败为胜的人生，等于是整个人的属灵的性格的改变，很重要的课程所以第一个参加初级班的已经完成了，就来报名；第2个我们小组的干部请小组的干部来报名刚好我们第2堂礼拜嘛，第1堂有查经班的，有那个主日学的，其他的人可以参加这个课程下个礼拜就开始了，我们现在缺人我们的大学缺人，招生不足怎么办？赶快补报名，赶快补报名才13个礼拜而已欢迎大家一起努力好，那额外的时间报告就是说，我们的周间查经班这个礼拜开始了。我看到曾牧师准备得很丰盛而且它有一个特色，就是不拖时间，1个小时就完成了。所以我们有47个来报名，表示我们教会对查经也很认真期待大家如果还没参加的，这个礼拜才开始正式第1课了，前面是导读了所以大家踊跃来报名再这样来报告，谢谢。颂荣，我们一起起立唱颂荣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我的神，我的王我要尊崇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属天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我们默祷散会。